歡迎返到嚟黑卡睇深夜電台。喺月光同十字路口之間，我哋一齊嚟探索魔法、靈魂同埋人生嘅選擇。今晚我想同你傾下《愛你至死不渝》呢套戲。咁呢套戲啦，其實我相信即係近排係一個好大嘅熱門啦。咁好多人都有留意啦。咁無論香港啦，定還是係歐美啦，咁呢套戲都好 hit 嘅。咁當中咧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咧，係呢套戲咧將我哋一個好多時候夢寐以求嘅一個諗法，就係當我嘅願望達成之後，到底會發生啲咩事情？而發生嘅事情咧，係真係遠遠超出大家嘅預計嘅。即使你真係希望嘅願望達成，但係偏偏咧就同你內心嘅諗法仍然有個好大嘅分別。願望成真最恐怖嘅一面係咩咧？係咪真係千祈唔好隨便許願咧？咁我哋今晚嚟探索下即係呢一個 topic 啦。咁願望最可怕嘅咧，其實反而唔係失敗，而係太成功。咁呢個太成功咧，咁你可以諗啦，如果你有一件魔法嘅物品啦，可以真係實現你一個願望，咁你會許啲咩願望咧？咁可能你會許得即係比較虛嘅，可能就係話我希望有夢寐以求嘅愛情啦，或者可能話我希望自己想要嘅嘢即係可以攞到啦，想要嘅金錢係可以有幾多錢啦。咁其實你可能許得真係比較虛，你未必會許得好具體。咁當你許願嘅時候，許得一個比較虛嘅一個願望咧，其實就出現咗個問題咧，好多時候會有誤差嘅。好多人其實擔心啦，許願到底靈唔靈啦？咁但係呢套戲啦，愛你至死不渝啦，佢提出一個更加恐怖嘅問題，就係如果你嘅願望唔係唔靈，而係太靈，會發生咩事情咧？所以一個好大嘅一個核心嘅問題啦，其實就係你嘅願望係咪真係許得夠精準咧？咁愛你至死不渝嘅願望啦，咁喺套戲裏面啦，男主中意女主啦，咁佢亦都得到一個可以真係達成到願望嘅一個物品啦。咁佢希望咧，女主咧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愛自己嘅。咁結果咧，出乎意料咧，個願望真係達成咗，但係嗰份愛咧，逐漸就變得好極端。咁好多人會諗呢樣嘢其實係咪魔法導致嘅？係咪魔法出錯？但係其實可能唔係，而係願望本身太極端。即係作為一個巫師啦，作為即係我哋幫客人做咁多儀式啦，真係去做魔法嘅人咧，其實會睇到佢嘅願望咧係好奇怪嘅。佢嘅願望其實許得即係喺我哋角度啦，係許得比較差嘅，都明顯幾差添嘅。咁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我哋永遠同啲客人講，包括我哋自己去許願都係啦。嗰個願望一定要夠精準嘅，精準啦。同一時間你確定自己真係想要嗰樣嘢啦，而唔可以許一啲比較虛嘅嘢，或者係比較一啲有個宇宙自己有詮釋空間嘅地方嘅。越我哋講嘅許願啦，我哋講嘅願望啦，其實唔係越強烈越好嘅。好多人啦，好中意用一啲即係永遠啊、瘋狂啊、絕對唔可以離開我啊，可能每分每秒都要諗住我啊，淨係愛我一個啊嘅呢啲嘅字眼啊，好似越強烈越好嘅。咁但係呢啲咁強烈嘅字眼咧，好多時候出現咧係會有一啲副作用嘅，甚至有啲反效果嘅。因為好多人啦會諗啦，就係如果我講個字眼會特別強烈嘅話，咁其實係咪個威力特別強咧？咁其實願望咧就唔係咁樣去實現嘅。用嘅字眼啦，我哋要求嘅係精準，而唔係要求越強烈越好。因為越強烈嘅時候咧，佢總會有一啲我哋講嘅 side effect 嘅。嗰樣嘢我哋講，例如話瘋狂啊、永遠啊、絕對唔可以離開你啊，佢反而有機會變咗一種病態嘅一種行為嚟嘅，同你原本 expect 內心諗其實兩個人好真心相愛咧嗰種感覺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所以許願嘅精準咧係好重要嘅。咁翻返去嗰套電影嘅過程當中啦，佢許嘅願望咧，其實真係許得幾差嘅。如果佢許嘅願望就係希望對方啦，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更愛自己咧，呢樣嘢係唔夠精準啦，
同埋亦都係 over 咗我哋講咗偏極端嘅一個方向嚟嘅。所以如果當呢啲説話真係100%按照個字面去實行咧，例如真係為佢瘋狂啦，真係完全唔可以離開佢啦，咁呢啲係咪真係我哋平時所講嘅浪漫？係咪真係所講嘅愛咧？你會發覺同一個真心相愛嘅嗰種感覺咧，係差得好遠嘅。魔法啦，其實佢唔係一個形容詞嘅比賽嚟嘅。願望咧，亦都唔係一種越激烈啦、越極端啦，力量就越強嘅。反而更加重要咧，係越精準。所以第一樣嘢撇除就係我哋講做魔法啦，或者係任何身心靈去幫助自己達成願望嘅工具咧。優先你要去諗一樣嘢，就係你想要一個點樣嘅願望。嗰個願望啦，其實係我哋通常都會教大家嘅。首先，第一樣嘢唔係諗嗰個字眼，而係諗個畫面，諗一個你自己夢寐以求達成到願望嘅畫面。嗰個畫面咧，嗰種感覺咧係冇得呃嘅，係親臨其境嘅。舉個例子啦，就好似有啲人可能希望呢個陸運會攞呢個100米嘅冠軍。咁攞到冠軍之後，你應該想像個畫面係咩咧？你嘅願望應該係想像就係你喺嗰個得獎台度，企喺個冠軍即係最高嘅嗰個位啦，然後有人頒個冠軍俾你啦，然後其他人望住你拍手掌啦，跟住你啲朋友同你講恭喜你啦，好開心啦，咁你自己都好興奮啦，跟住你個獎牌攞翻屋企俾屋企人睇啦，咁你有種咁嘅感覺嘅，有個咁嘅一個思路，一個畫面出嚟嘅，咁樣咧就會精準啦。因為成個親臨其境嘅畫面咧，你真係咁諗啊嘛，你真係咁樣希望嘛，所以跟住你就要用一啲語言去描述翻啱啱我哋講嘅嗰個場景啦。咁就可能咧就係我哋講話，我希望攞到呢個陸運會可能100米某個賽事嘅冠軍，然後好多人會稱讚我，然後就係自己亦都感覺到好激動、好開心。屋企人都稱讚自己，然後我喺頒獎台度咧，有人會頒個獎俾我啦，我覺得好興奮啦，然後第一次可以達成到願望。咁呢啲去描述嗰件事咧，咁就精準啦，咁係冇錯嘅，成件事情真係自己想要嘅。而呢個畫面咧，亦都會去排斥咗一啲咧我哋唔想要嘅一啲場景嘅，即係例如果單純講話我希望可以即係攞到第一名。咁佢有機會出嚟一啲模式咧，係變咗可能係第一名，但係嗰個過程咧係大家唔開心嘅，未必係一個公平嘅競賽嚟嘅，亦都有機會可能會受傷啦，有機會唔係成個人係好健康啦，有好多唔同可能性嘅。單純攞冠軍可以係即係有一啲不愉快嘅事情發生，跟住最終你先攞到冠軍，所以你要想像最終畫面咧，嗰個畫面咧。好似啱所講，你描述咗個畫面就唔會出現話可能你隻腳痛啊，或者其他人點樣睇衰你啊，冇呢啲問題，因為你已經係以個畫面為準去觀賞咗出嚟，所以呢個就係許願嘅一個關鍵，想像出個願望，然後再描述翻個願望，而唔好做一樣嘢就越強烈越好，就唔係嘅。咁有啲客人啦，睇一套戲啦，佢問我啦，就係黑魔法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個人咧？喺套戲之中，其實即係男主對女主做嘅嘢，咁其實女主係咪俾人好似落咗個降頭啊，或者落咗黑魔法，令到佢好似完全一個行屍走肉嘅形式去做咧？黑魔法真係咪可以好似電影咁強迫一個人完全違背自由意志去行動咧？咁第一樣嘢啦，電影其實將呢個魔法咧描述咗個感覺，好似一個遙控器咁樣。遙控一個電視機點樣去喐，或者遙控個機械點樣喐，但係其實啦，現實之中嘅魔法啦，佢比較似係一個推動力，係一個推力，但係佢唔係一個遙控器嚟嘅，佢係一個推動一個傾向，就可能佢已經有個心想同你溝通，我哋將佢推動，令到佢溝通得更加熱情、更加激烈、更加表達自己嘅愛意，亦都可以係強化某啲嘅可能性啦，就係某一啲嘅機會原本都有嘅，即係可能你攞到第一名嘅呢樣嘢，原本都有機會有。我哋針對去將佢再強化，令到個機率再提升，
咁呢個都可以魔法可以做到嘅嘢，幫助個事情啦，朝住我哋想要個方向去走啦。但佢唔係可以一瞬間咧將一個人變成一個完全唔同嘅人格嘅，佢唔係一樣咁嘅嘢嚟嘅。佢做唔到好似電影裏面啦，即係一個直情好似變咗成個人啊，完全嘅性格變晒。呢個唔係一個我哋講正規魔法去做嘅事情嚟嘅。所以呢一個客人嘅疑問啦，就係魔法其實會唔會其實係類似嘅嘢咧？咁我就要舉個例子啦，就係你想象你去食藥嘅時候，醫生開藥俾你，可能開一個咳水俾你。咁的確啦，你咳啦，咁你食咳水，按照翻個劑量食咧，咁你自然會好翻嘅。但係如果有人佢攞個咳水唔按照嗰個指引去食，然後成支咁懟，成支咁飲。咁然後可能佢對咳水上癮啦，或者佢可能有身體出現其他狀況咯。咁當然呢一個就係同嗰個咳水或者同佢食嘅藥係無關啦，係因為佢食嗰個方式有問題啦。魔法都一樣嘅，我哋講魔法啦，即係可以比喻成，即係尤其是黑魔法，比喻成一個西藥啦。咁我哋講嘅白魔法咧，就好似中藥啦。兩樣嘢啦，正確嘅使用，適當嘅程度，就可以發揮到佢最好嘅一個作用。但係你過量去用佢，或者亂咁用佢，或者以為越多越好咧，咁當然有機會會造成一啲問題嘅。就好似你食止痛藥1粒就有效啦，咁唔代表你食10粒咧佢會有效10倍嘅，呢兩嘢係唔掛鈎嘅。所以個問題咧，其實未必係講緊用咩魔法，甚至係魔法本身。更加重要咧就係許願時嘅意圖、許願時嘅程度，當然都包括用魔法嗰個力度啦。同個願望係咪對稱啦？呢一啲嘢高度會影響咧事情嘅發生嘅。咁最後啦，我想教大家精準許願嘅3個重點啦。第一樣嘢啦，就係結果要清楚，你需要知道自己最終想攞到嘅嘢係咩。你會需要清楚知道咧自己希望件事朝住咩方向發展，最終個願景你可以想像到出嚟。呢個係關鍵。第二樣嘢就係避免一啲咧冇必要嘅極端詞語，包括永遠啊、瘋狂啊、唯一啊、不惜一切啊等等，唔好用一啲極端嘅字眼，單純係比較客觀地去描述件事嘅字眼。第三就係許願嘅嗰個程度，亦都包括魔法嘅程度，同你嘅目的咧係要對稱嘅。唔好為咗個好簡單嘅問題咧，設定一個好極端嘅結果。唔好話因為我希望對方愛自己，然後你 set 咗一啲願望，就係希望佢身邊嘅所有人全部同佢隔離，得我喺佢身邊可以同佢相處。你係唔需要嘅，你可以只係需要就係佢同你喺埋一齊呢樣嘢啫。你唔需要去加好多嘅外在嘅一啲極端結果喺度嘅。所以呢3樣嘢需要去清晰記住啦。許願前咧，去諗一諗，定咗個願望，然後你諗一諗呢3樣嘢 fulfill 唔 fulfill。最後再問自己一句就係，如果呢一句嘅願望100%按照字面去實現嘅話，你係咪仍然會想要？會唔會有一啲嘢咧係意料之外嘅？所以好嘅意願咧，永遠唔係最強烈嘅意願，而係最精準嘅意願。愛你至死不渝呢套戲咧，咁都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尤其是即係我覺得喺魔法嘅領域啦，喺神秘嘅領域啦，其實好多嘢喺裡面咧係好有趣，可以令大家去思考同探索嘅。真正恐怖嘅，往往唔係嗰件嘅魔法物品，而係當你許下咗一個好極端嘅願望嘅時候，個願望真係如實地按照嗰個要求去誕生。總係會有人以為許願要再強烈啲，再多啲。但係我哋呢啲真係識魔法嘅人咧，喺呢個時間反而會建議大家知道咩時間要停，唔係越強越好，而係越準越好。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啦，願月光指引你嘅道路。咁我係星月巫師，咁我哋喺下個十字路口再見。咁同之前一樣啦，如果有任何針對魔法、針對神秘學，想同我哋去分享啦，想去諮詢我哋啦，或者你有一啲愛情嘅狀況，或者你有啲事業狀況，你有任何嘅
即係疑問狀況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WhatsApp 度聯絡我哋嘅。咁我哋可以即係同大家溝通啦，睇下有啲咩嘅 aspect 可以幫到大家咯。咁有啲客人預約我哋講預約占卜啊、預約通靈啊，或者係想了解儀式啊，咁都可以去諮詢我哋。咁你會見到我哋有 WhatsApp 嘅 channel 啦，亦都有 WhatsApp 直接同我哋溝通嘅。咁 WhatsApp channel 我哋會公布呢一啲即係我哋近期一啲新嘅活動啦，亦都包括新嘅一啲 service。咁有一啲好有趣嘅，例如小胡啱啱推出咗個我哋講嘅即係卷軸啦，講一個當月嘅一個神秘卷軸。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神諭卷軸，去幫大家去度過即係今個月份。咁記得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channel。咁加入我哋 WhatsApp channel 咧，咁我哋會有即係免費嘅靈魂月刊第一期送俾大家嘅。咁到時聯絡翻我哋，即係 WhatsApp 同翻我哋講就可以噶啦。咁我哋下個十字路口再見。